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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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转来咱永光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搁2分钟，咱礼拜就要开始咯。邀请大家将手机关机，也是开做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所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来往咱边仔的人来甲伊讲，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哈利路亚！愿你平安，是主耶稣基督伫受定搁活了后，显现伫门徒的中间，第一句甲因讲的话：愿恁平安。唔知大家有知无吼？伫昨昏，其实伫迄个网络顶面，大家拢咧流传。昨昏是世界末日，世界的末日。这个来源是对日本一个网家，所开始的，讲7月初5，2025年7月初5是世界的末日。伫日本会有大地震，会引起迄个tsunami，迄个海啸，所以大家真惊吓，惊吓到什么程度咧？无人敢去日本佚佗啊！台湾人才介意去日本佚佗，听讲飞行机拢空的。阮先摆去日本做日出发，伊讲飞行机顶面拢空的。然后迄个飞行机的迄个机票的钱拢降价，因为无人要去。所以咱为这中间的人知影，咱现代人有偌欠缺平安。所以当耶稣对咱显现的时阵，就甲咱讲：愿恁平安。咱对真内底，咱也可能看见讲，因为伫科技现代的社会中间，信息、这新闻消息流传的速度是遮尔紧，所以伫真内底所代表的无平安，就充满伫侪人的中间，直到大家连佚佗拢唔敢。感谢主，上帝赏赐，互咱所料想未到的平安，互咱。圣经内底教示咱。
就亲像耶稣甲咱讲的，主耶稣基督，伊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无照着伊，无人会当倒来入爸的厝。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也反，就亲像保罗先生也伫圣经内底来教示咱讲，唔通看路，无得看路，就将一切透过祈祷来交托给咱的上帝。上帝要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来保守咱的心怀意念，这就是主所赏赐咱的。主要赏赐咱，互咱逐时阵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哈利路亚！所以咱无惊吓所谓世界的末日，总是这对咱嘛是一个提醒，因为伫圣经内底教示咱真正有末日，而且末日要到啊，就是代表什么？主耶稣搁来的日子。总是咱无惊吓，伫真内底，咱搁较来警醒，来警醒咱甲主的关系是啥物？伫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咱得较注意，搁较认真来敲找咱甲主的关系，来培养咱甲主亲密的关系，互主的信息，互主成做咱一生逐时阵的瓦克。阿门吗？阿门，阿门。所以咱对主来有满满的平安。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咱大家起立，咱用淡薄仔时间来安静，互信心进入咱的心中，互主的平安，互主的喜乐，伫这个时阵，就甲咱三角地地，咱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伫心内默祷，咱来邀请圣神，这些时阵就甲咱三角地地。哈利路亚！咱做伙开声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卡慕你；圣神，我靠慕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这个时阵，咱也搁要一遍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咱三角来共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就是这个时阵，圣神就甲咱三角地地，咱们做伙用调调的心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做伙拍拍啊来敬拜。上帝紧全咱，上帝陪伴咱，带着主的听，宣告不忘的一世人，领受福音使命，强面顺服命令，阮的主脚步，将福音传遍，地到地极。一个时间，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全地，咱脚所在的地，万民拢要归于你。就是一个时间，带着真理，照遍黑暗所在，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拢要敬拜。哈利路亚！耶稣是咱生命的主，在这个时阵，大家拢来敬拜我乐意。上帝紧全咱，上帝陪伴咱，带着主的听，宣告不忘的一世人，领受福音使命，强面顺服。
是一个时刻，无可提醒。Yeah, now is the time， 就是一个时刻，就是一个时刻，勇敢坚持。咱就爱勇敢前进。Yeah， 就是一个时刻，无可提醒。就是一个时刻，勇敢坚持。Let's go。就是那坚持，勇敢的救主。就是一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咱脚所在地，万民拢要归向你。就是一个时刻，带着真理，照到无我所在。我下山到耶稣，是主万口，拢要敬拜。就是一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全地。咱脚所在地，万民拢要归向你。就是一个时刻，带着真理，照到无我所在。我下山到耶稣，是主万口，拢要敬拜。就是一个时刻。哈利路亚！咱就咱的破声对一切敬拜而乐，互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值得咱而乐的，也愿咱的而乐充满上帝的殿，摆咧伫主的宝座前，咱继续用这台心来敬拜，哈利路亚！万福路充满咱的主，万喜乐充满我心，万民拢尊重耶稣，咱拢要献主祈求，对关山地。比高山高，万众何乐，献给你。对天高路，比高万里，咱的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咱而乐的歌声要传遍中央好地区，阿妹吗？主情更配就爱，咱拢要困着敬拜，万主应更充满全地，咱拢要拿下山来，游。智慧来宣扬。对关山地，
这个时阵，主耶稣就甲咱三甲伫地，因为伊对伊的宝座顶面，将伊满满的恩典许落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也甲咱每一个人透过网络直播来参与伫敬拜中间的每一个人。来亲近你的主，你
路亚！何塞那归伫咱至高的主耶稣基督，主所赏赐咱的能力，搬过一切世间的困难。因为主甲咱讲，无得跨路。伫世上咱袂有苦难，总是主耶稣基督一定赢过这个世界。阿门吗？阿门。伫这个时阵，咱也要用主耶稣所赏赐咱祈祷的权柄。咱要搁一遍为着咱永光教会来祈祷，特别伫这礼拜中间，咱的青少年牧区因去到伫新竹圣经学院的所在来举办暑期的营会。咱看见这是主何等的恩典伫咱教会中间，兴起咱有遮多的同工，也兴起，互咱的牧者有满满的异象，互咱教会行伫主祝福的道路的顶面。当咱参与伫这中间的时阵，咱也看见咱的青少年得到培养，恳求主加添更较多的快乐，更较多的智慧，赏赐伫这青少年的中间。因为咱相信这青少年，就要成做咱永光教会未来的祝福，也要成做未来台湾的祝福。咱存着安尼的愿望，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出声，咱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了后，咱就出声来祈祷，来为着咱的永光教会，特别为着咱的青少年来祈祷。咱三声来喊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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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主，主你向我发福气，万众平安，主啊，我看见你在叫你这老师，我看到我靠边上，然后我看到我主啊，你的好运，主啊，你主你的快乐祝福，好运的主啊，我的少年。哈利路亚！至上的起别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主阮看见你行水的工伫阮永光教会中间，伫阮过去50几年来，你一步一步引带阮，赏赐阮，互阮的牧者充满着对主来的异象，从这个恩典施落伫阮永光教会中间的时阵，主，阮就看见主你的快乐，伫这中间来得到荣耀，得到彰显。主啊，阮所看见、阮所做的工是至美事，总是主你无看轻遮的。你引带阮，互阮伫永和地区成做愿望的所在。主啊，你也兴起阮，互阮永光教会充满着主你的基督的精兵，做主的工。因为阮相信每一个人都带着主你圣神的快乐。主啊，阮也要恳求主你更较多施恩祝福伫阮青少年的顶面。主啊，你要对因中间来兴起未来的领袖，不管伫永光教会，也是伫未来阮台湾这片土地内底，阮拢相信内底有主你愿望的记号。主你的智慧要加添伫因的身躯顶，主你的快乐也要灌压伫因的身躯顶。阮每一人所领受的，你就要加添加倍祝福伫因。恳求主引带阮永光教会青少年，特别伫这边参与伫营会中间。互因每一个人拢对主有满满的领受，互因对伫日常的生活内底，都能经历着主你的同在，因为主你就将安尼信心赏赐互阮永光教会，互阮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归你，习惯。
咱来捧个声来学到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主是信实的主，咱的主是咱的漂亮手，是咱的关台，是咱一生的祝福。哈利路亚！阿门。愿圣神甲咱三个弟弟充满在咱每一个人上格的中间。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来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至31节，咱做伙来共读，请。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学老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忽然有大地动，地甲监狱的地基摇拽。所有的家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去，顾家的人醒起来，看到家门开开，想讲犯人拢逃走，就背倒要自杀。保罗大声喊：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顾家的人叫人夜顶来，撞入去。BB 线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然后带因出去，问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得着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着救。圣经共读到遮，愿上帝的话成做咱一生的帮助。所来邀请咱本堂周牧师来正道。伊的讲题是启动学老的带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咱会早起伫遮来敬拜服侍伊。天气炎热，总是上帝保守。虽然有风台要来，总是嘛，互咱会当今仔日真安稳自在伫即搭遮敬拜。所以昨暝看到即个电视咧讲，哇，是讲风台要来，所以就讲无拜因吼，咱遮个较时代的聚会，乐龄营咱就休困一下安尼吼。哇，毋过今仔日像迄刚好落雨，袂有感觉吼。当然，即届是对南部起来，总是无论安怎，咱嘛是真珍惜咱遮个时代望因的出入，拢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若有落雨，大概明仔载咱就先暂停一届吼。真欢喜，咱伫遮来敬拜服侍伊。请咱举起咱的正手来宣告来。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人生的气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哇！感谢主，咱知影上帝话语是真理，是帮助咱的，所以咱会当常常伫伊的面前透过话语来甲伊对话，因为咱不但爱读悟，咱嘛爱好好来思考伊的话，也透过祈祷，常常甲上帝有美好的一个结连吼。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咱会当得到快乐，咱会当。知影，咱的性命拢伫上帝的手中，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今仔日咱透过咱教会读圣经的这个进度，到伫今仔日拄我读伫这段圣经吼使徒行传16章牧师也要透过这段经文，甲咱做伙来思考。我相信这是咱熟溜的一个圣经的故事，总是嘛求上帝佮帮助咱佮较互咱去经历。信仰的快乐伫咱的生活是何等会当帮助咱，何等会当引带咱互咱伫任何的境遇内面，咱拢靠着伊会当得胜甲有春。阿门。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吼。咱看咱读《使徒行传》，咱读到第13章的时阵，这就真清楚，一个13章一开始就是开始写保罗，对吧？
第1章到12章，就伫写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主要的主角就是以什么人为主？彼得为主哦，吼。所以透过彼得伫遐来建立初代的教会而且伫即个犹太的全地来建立。虽然有拄着即个迫害，总是信徒四散的时阵，就将福音传出去。信徒四散哇，这是足特别。去到哪了，咱看福音就对着即个所信的人的身躯。所以咱嘛是安尼在宣告，对无？咱的教会伫咱永光教会一只敬拜服侍上帝一段时间，有服侍有参与伫种种服侍，即个兄弟姊妹可能因为工作，因为搬厝，因有可能会离开咱新北市，还是讲北部无论安怎，咱拢相信，因去到哪了，拢带着福音的使命，对无？因为因的生活就是有见证有见证就有吸引力。就会当互咱看见哇，恁基督徒会真特别真意爱来了解恁所信的，这就是福音的开力伫遮。所以咱看见《使徒行传》第13章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基督的福音世界逐个所在开始伫遐进行。当然，上界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因为伊是带着上帝予伊的一个使命，所以伫13章了后。前礼拜牧师讲到对无？伊有3届的传道旅行对无？然后最后有记载伊3摆要安怎互人控告，伊要安怎去上诉。伫伊上诉的过程，咱嘛看见福音的开力，拢伫伊身上在显明。就是伊带着锁链，嘛是在传耶稣基督呢。哇，这就是真特别的一个上帝的所采用外邦的使徒。保罗的身上，咱会当看见，所以咱对13章到15章，咱看这是第一次伊的宣告，然后今仔日的经文内面，这就是第二次宣告的一个其中的一段落第二次的宣告会当讲，大概伊用3年的时间伫遐宣告，上界重要，伊毋是干那伫小亚细亚宣告尔。第二次的宣告，伊有领受到什么的声？马其顿的呼声对无？马其顿就是伫欧洲的南部的一个城市哦。上帝就带领伊坐船过去。牧师去到遐，嘛有甲咱讲过对无？我去遐有讲8天哦，讲8天哦，就是甲保罗伫迄个欧洲即个传福音的即个路径，咱会当透过安尼来更加了解。历史拢有记载，阿们。历史有记载，就是讲这拢是事实的，而且伫事实的内面，佫互咱证明，就是耶稣基督伊的权能，也透过伊的使徒所传出来的开力，所显现出来，医病赶鬼的神业，拢是真的。阿们。这就是历史内面行过，拢会当看见这个分野所以感谢主，咱会当佫较了解。耶稣上天，伊就差派圣神来，圣神来就建立教会。所以圣神来了后，伫初代教会，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了迄点，咱就讲这就是圣神的时代。到底什么时阵？圣神的时代到底什么时阵？到底耶稣基督过来啦。所以伫这段，咱即马要个是圣神的时代，对无？伫创造的时代，就是天父的圣父上帝的时代嘛。救赎的过程内面，咱看见这就是圣囝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上天了，开始圣神降临，咱讲这是圣神的时代。所以伫教会，袂当讲我无相信圣神，袂当讲我无领受圣神，袂使。因为这是圣神所建立的教会，你若无靠圣神，你才会知影来到伫教会，你才会知影要安怎忠心服侍伊，你才会知影讲咱着爱来信靠这个独一真的上帝。咱毋知啊，所以咱一切对这个信仰有感受，拢是因为圣神的做工，
伫你我的心上，伫你我所听、所看见、所感动的一切，这拢是对圣神来的。阿门。哦，所以咱嘛会当甲隔壁讲，会早起圣神带你来，来。是，所以若是安尼，咱永光教会嘛是照着即个初代教会圣神的作为哦，咱嘛是较比即款的能力，较比即款的作为，咱会当行出使徒因所行的，对无？所以我要讲哦，咱永光教会是照着真理的法度来伫执行即个传福音的道理，然后咱嘛相信，咱拢在写永光的使徒行传，对无？是哦，哇，咱嘛在写使徒行传呢，因为咱就是受差遣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你甲隔壁讲咱在写永光的使徒行传来。对，较简单来讲，就是咱在写永光行传啦，阿门。哦，哇，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吼。所以，互咱有即款的确信。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甲西拉伊亲身去经历的一件代志。透过这件代志，会当互咱做伙来思考对咱信主耶稣的人，伫生活内面，咱有种种的挑战困境。毋过，咱若是掠福音最要紧，掠即个信仰最第一，我相信会帮助咱伫信仰的生活内面展现出耶稣基督国我的快乐伫咱的中间哦。咱检查咱就是讲奇怪啊，保罗、西拉因靠即款超越人一般的快乐，也是讲超越人一般的生命力，因伫迄个上界困境的内面，竟然会当活出即款的光彩来，竟然最后的结果足戏剧化，会变作是安尼，哇！这会当互咱好好搁一摆哦，咱搁一摆来思考哦。所以我相信天无绝人的路，对无？你有相信无？吼，天无绝人的路，咱做伙来讲来，天无绝人的路是天就是上帝嘛，对无？啊，即句咱常常咱的台湾的俗语讲的天无绝人的路啦。哦，这台语的戏病拢嘛有一句话对无？吼，哦，咱的俗语哦，事实是安尼。伫信仰内面，咱相信上帝无绝人的路，因为咱深信这位上帝是创造咱，是疼咱，是要引带咱到底的一个上帝。伊袂去杀咱，因为伊看咱是伊手中的宝贝。所以今仔日透过这个经文，咱就会当来看见。咱看保罗西拉，因为着传福音，保罗特别保罗，咱看伊过去的学识。伊的背景是毋是拢互人感觉真新鲜？对啊，伊讲伊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讲伊是纯正的啦，对无？吼伊是经学书着，伊会当做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就表示讲伊对即个旧约的摩西五经是何等的透彻了解，对这犹太的律例。也是这传统，伊拢真了解，以及深知，伊就爱热心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是伊所过去所掠最要紧的，嘛是感觉真骄傲、自高的一个所在。所以，伊竟然会当放杀者，照你讲，那安尼上帝应该特别疼惜伊啊，耶稣一定应该特别管顾伊嘛，较会讲，互伊伫这传福音的路径去到伫南欧洲安尼，就拄着即个代志，吼，伫第一站，就互人掠去，互人控告，哇！佫互人关伫监里，毋是关伫一般的监呢，是关伫内监内面呢，吼，几啊顶的内面的内监呢，哇！牧师去到菲律宾去看的时阵，是讲哦，阮若关伫遮吼，是免咱过日子吼，我深信哦，阮所看的可能是外监的一部分尔。可能是学出来无毋对，毋过我相信是更较阴沉的所在，这是咱无法度去体会。总是咱看见保罗西拉，伊毋是讲上帝较会安尼怀疑啊，对无？我为着你遐尽忠，对无？我放杀大项啊，干那命你嘛互我留一个，
对无？连命都要无去啊！啊，到底这个福音的开力是安那？啊，我是应该不应该去传落去？吼，伊会当有1000个理由、100个理由，会当来讲上帝啊，啊，确是安尼。过去咧要安怎？啊，敢就是安尼吗？吼，前礼拜牧师讲伫韩国的传福音的迄个少年人对无？啊，未上岸呢，啊，着互钱写死啊！啊，咱嘛感觉啊，会安尼？吼，啊，上帝无祝福即个韩国的百姓吗？即个土地上帝无意爱吗？即个遐背逆对无？要甲福音传起去，啊，未上岸就死啊！总是上帝互即个少年人有一个感动，宣教师一个感动，甲所在的圣经安那，一直等，想尽办法，一个等起你上岸。吼，咱看，这就是上帝一种超过咱所会当想象的。所以兄弟姊妹，若无有即款的牺牲，就无今仔日的故事，敢毋是？嘿，真特别吼。所以咱看，因毋是伫遐流目屎，伫遐咧唱口调啊，我歹命，有无？足侪人较老啦，较老的吼，我用摆个拢会听着。啊！我歹命哦！啊，你着啥啊哈？这较慢去的哦，搁留我一个要创啥哦？有无？哇！这用摆若是个别室内面吼，常常会听着遮有无？对无？我有即款的经历，咱拢有嘛吼？对无？看着遮无信的人，因对死是一个恐惊吓的，所以因会感觉讲啊，较会安尼，啊，即摆过来我要安怎生活落去？啊，我因摆拢靠。对方啊，即摆安尼去啊，啊要安怎？啊袂做伙来去，佫毋敢，啊毋知要去倒咧，对无？吼，这就是事实的一件代志。兄弟姊妹，总是咱看保罗甲西拉，伊毋是即款的态度。吼，圣经记载甲咱讲，因伫遐祈祷，伫遐唱歌学乐上帝。迄个祈祷啊，原来意思伫希腊文内面，毋是讲祈祷一解哦，像咱诶。明天长老带咱祈祷一摆就煞，伊毋是哦。迄个意思就是祈祷了，佮祈祷，祈祷了，佮祈祷，祈祷了，佮祈祷，是一直延续的一个祈祷。然后因唱歌是啥物？嘛是不断一直唱歌，就是祈祷、吟诗而乐，祈祷、吟诗而乐。为什么因有即款的动作？因为什么伫即个互人看起是绝望的一个苦境内面？因会当安尼，兄弟姊妹，就是互咱知影讲，因透过祈祷甲学乐的表达，因对这位上帝有绝对的信心。阿门。有绝对的信心。这是保罗甲西拉因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内面，咱会当看见的。因为保罗深知，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是对死过活。佮显现，互我看见，我亲目看见伊，亲目受到伊的呼召。我知影，我所信的是罪，是治罪，是甚物人？我知影，这位上帝是会当互我完全倚靠的上帝。兄弟姊妹，这就是因会当伫上界苦境的内面，伫遐祈祷，伫遐学乐的一件代志。所以感谢主，牧师足会当深深体会。因为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去到伫病院，看咱的兄弟姊妹，可能需要开刀，还是讲开刀了，还是去到伫即个咱叫做往生室对无？往生室，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年长的，还是受主警调登去的，为什么还佫会伫遐吟诗？为什么佫伫遐会当祈祷？就是咱对上帝有绝对的信任，阿门。因为咱知影一生的道路，毋是到即个地面上尔，佮刷落去，咱拢知影方向，知影开力，知影光明伫倒落，所以咱就无惊吓，阿门。你甲隔壁讲，毋免惊死，对，你甲讲毋免惊死，毋免惊死哦。备办好势就袂惊，对无？除非你备办无好势啊，对无？你若去欧洲佚佗了，要转来对无？
你若备办好势，就知影讲特别坐飞机转来台湾啊，对无？要转来温暖的厝啊，对无？要转来永光教会啊，大家诚久无见面啊，拢足想念你啊，对毋？是毋是安尼？吼！你若毋知影讲要转去倒，当然啦，骹板寒咧，毋知影要去倒，坐倒一班飞机都毋知。吼！安尼就紧张啊呢，是毋是安尼？吼！所以愿上帝互咱知影，咱会当祈祷，会当吟诗而乐，是因为咱相信这位上帝是值得咱倚靠的。所以咱看，世事，若是讲因伫迄代店店忽然间门就拍开锁链就断开因伫遐大声哇赞啊，容易无？足容易嘛，对无？若是讲未看到即个的时阵，要伫遐祈祷吟诗有容易无？无容易对啊，总是咱看见煎熬的顺序就是安尼，就是因为因有祈祷，因有吟诗，上帝的快乐就运行，为着因拍开锁链，拍开加落的门，对吧？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互咱会当去经历。所以若是真自然生活真安定的时阵，咱要吟诗而乐真容易，对无？毋过若拄着困境、悲痛的时阵呢，这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咯，会考验哦。所以兄弟姊妹，请你下日子，特别咱年长的，你若身躯艰苦的时阵，无论伫厝里、伫病院，你拢爱甲事实交代一下，讲，请你会当有一个细声的诗歌，互我听一下，好无？安尼好无？你若伫住病院，可能厝里无法度专心。我都顾你这是谁拢在上班工作对无？阁有家庭，安尼要安怎？袂要紧，咱透过听一下诗歌，常常的祈祷，甲诗歌同吟而乐，安尼咱就知影上帝差派圣神甲咱同在。阿门。这是真重要哦。牧师去到伫病院伫探访，真少有兄弟姊妹讲要听一下音乐诗歌继续。嘛无讲真少啦吼，毋过我期待咱拢会当有一款生活的信仰的习惯来帮助咱。伫境遇好歹，深信是上帝所定，总是伫歹境遇的时阵，咱牵调这个信仰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保罗有安尼讲，至于会互咱甲基督会听隔断咱敢是患难嘛？是困苦吗？是困病吗？是夭饿吗？敢是这个吗？这个拢会互咱对基督失去信心吗？对上帝会听失去无望吗？无，伊讲无哦。伊讲虽然有这个，总是阮靠着听阮的主，就是伫这一切的事的顶面，拢已经得胜有存啊！阿门！哇！这是何等重要这一件代志！咱是一个得胜有存的人，因为伫基督的听内面，咱会当靠伊赢过这一切哦。所以有耶稣的听，咱就爱我要坚持到底，对无？阿门！咱深信耶稣是听咱的，伊安怎听咱？伫十架顶显明伊的完全听，敢毋是牺牲伊的性命，就是要救赎咱，就是伫最需要的时阵，伊的听要丰富互咱。知影，伊已经为着咱担当一切的罪过甲艰苦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是毋是有去常常去显明基督国外开来无？伫苦难甲死亡不安的时阵，咱是毋是靠着这个信仰，透过祈祷吟诗来较赢这是咱基督徒咱所会当来经历的一件代志。把握这个，我相信对你是祝福。对家庭每一个人拢是祝福，因为就是咱身躯的病痛，咱犹原有喜乐的心的时阵，喜乐就是啥？荣耀对无？喜乐就互顾你的人、照顾你的人，感觉讲照顾你是一个安那，是一个得到祝福的，因为看你的经历，犹原用信仰加喜乐来面对，哇，会当帮助照顾你的人。因的生命内面，佫较会当去拄着耶稣基督，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愿上帝会当互咱深深来体会了解，
保罗伊讲兄弟啊，我伫我的主基督耶稣内面，甲恁有指着恁所夸口的，极力来讲的是啥？我是日日来冒险冒死啊！用着性命用献上性命为着的就是要甲福音传出去。哇！这就是会当伫即个经文内面，咱会当好好来看见。总是伊安尼讲，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况，拢会当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习会晓的。所以为什么保罗经历安尼，伊有缘知足满意？总是咱看到伊安尼境遇，咱会为着伊抱不平，对吧？咱为着伊抱不平，这是用世间人的观点在看保罗。保罗，你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你的学识遐好，哇，大博士毕业的呢，对无？这哇，正二代、富二代，对无？哇，你应该是真会当享受的。伊却愿意放弃这，用步行在传福音，哇，实在是互咱无法度去想象。嘿，所以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因为保罗甲咱见证。讲伊已经学习着这，伊讲或是有剩欠缺，伊随时随在，伊拢得着秘诀，就是我靠着迄个加添我快乐的凡事拢为阿门。是，这就是伫保罗伊的经语内面，伊的传福音的过程内面，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咱会当深深看见的。所以咱会当讲。伫咱的生命内面，上界有快乐的物件是啥物？就是吟诗而乐啦，阿门。上界有快乐的，就是会当吟诗而乐。无论你拄着什么款的挑战困境，你只要愿意勇敢出声吟诗而乐，不一定爱真大声，对于心内面出声吟诗而乐的时阵。迄是一种上界有快乐的宣告哦。宣告就是讲，我毋是我靠我家己，嘛毋是靠这医生护士，毋是靠我厝里的人、周围的人会当帮助我啥，毋是，我是我靠迄个享受我快乐的耶稣基督，迄个享受我快乐，互我有能力，互我有信心的上帝的听，甲伊的快乐，拢要伫我的身上来显明。所以，若是安尼。我就相信，我凡事拢为阿门。会当忍受任何的困境，会当享受任何的喜乐，会当伫生活内面，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人，甲什么人做伙，我拢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因为我甲上帝的关系是甜蜜的，所以我就会当真自然来显露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就爱常常开嘴来学乐。咱就会当成做一个会晓享乐的人，阿门。哇，咱也常常学乐。无所伫生活内面就是安尼，除了坐伫册桌啊，迄搭遐读圣经，准备讲道片以外，若会当伫厝里做一寡代志，我拢是吟诗而乐伊，因为有一个感动入来，我就开始唱。这感动入来，我若唱出嘴，潘牧师就甲我和声，安尼有赞无？伊永摆拢是抒琴的，所以和声无问题。毋过伊的圣诗的即个字句啊，无我遐地老练，因为伊拢抒琴嘛较少伫吟圣诗的字句啊，字句较无亲像我会背足济圣诗的赞但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拢佫会当唱佫会唱会出来无论安怎，伫生活内面，咱就是用安尼来伫显露，因为吟诗是咱生命上界有的快乐。阿门。哇，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件代志哦。咱佫看过来，咱看迄个国家的，因为大地震，那照历史学家讲。迄个地震最少5级以上啦，哇！大地震，哇！这个国家会惊着，佫看，迄门拍开了，佫较惊，规个拢乌天暗地，所以伊讲惨嘛，
这个家罗一定是安那，一定选的嘛，对无？一定走去的啊！大家嘛要自由啊，对无？大家无人愿意互关伫家内面，连伊家己嘛无爱，伊在即份界上啊，为着薪水嘛，对无？就爱顾遮个人，吼啊！所以遮个人嘛无怪伊在哪，甲趁嘛，伊嘛毋敢回应，对无？甲拍嘛理所当然啦。哇！总是伫即个时阵知影讲啊惨啦，伊失职啦，失职就是啥？这个犯人就是伊爱顾调的，伊爱想尽办法，互因惊伊。然后，互因毋敢想要逃闪，总是伫即个地动的下面，伊发现讲哇，家罗的大门拢拍开，佫有听到迄个锁链嘛就拍开呢，真奇怪的一件代志，敢毋是？为什么地动家罗的大门拍开是自然的嘛？对无？嘿，连锁链嘛会拍开，恁有想过无？这奇怪的，敢毋是嘛？毋过这就是事实咧。所以，即个顾家的人想讲啊惨啦！这伊无法度家己承担即个，可能会连累着厝里的人，还是伊的部下，所以伊想要哪举刀来杀家己啊！吼，保罗甲西拉大声讲：莫伤害家己，阮拢伫遮；莫伤害家己，阮拢伫遮。哇！即句话带出真大一个溃烂咯！莫伤害家己，阮拢伫遮。然后，即个顾家的较发现讲，哇，毋是因互关家，就亲像家己，是伊家己互关的呢，对无？吼，伊家己互关的，因为安那，伊惊吓，伊惊伊失职，伊惊过去遮个哇，遮个修罗无人要听伊的会暴乱，伊想尽办法，伊互遮个所控制，然后。伊亲像一个无自由的人，但保罗甲伊讲，毋通伤害家己，因为阮拢伫遮，阮拢伫遮。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所以即个顾家的就讲，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到救？保罗甲西拉甲伊讲，你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拢要得到救。兄弟姊妹，这是咱真实的一个故事，总是咱求上帝帮助咱。保罗甲西拉伫上界绝境的内面，因伫遐亲像办一个诗歌演唱会，伫迄搭遐来帮助这个受犯伫上界困境的时阵，会当透过因的诗歌，心得到安静，会当透过这个祈祷，因心有通瓦靠。所以，这个人拢无人离开，为什么？因为因知，因是受着保护的，是上帝奇妙的圣手，有缘透过保罗西拉来显明，保罗西拉都信的耶稣基督是大有困难。所以兄弟姊妹，这款的生命的见证，会当讲，伫你我的基督徒的顶面拢有哦，拢有哦，咱拢会当算，会当想。咱拢会当伫咱的经历内面去发现，伫上帝的作为内面，咱就爱甲记录起来。阿门。记录起来，咱就会当来做好的见证。这是你我会当做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爱讲见证无？爱讲你生命的经历哦，因为迄是上界有说服咱的哦。伫咱的厝边隔壁看到伊在哀怨在埋怨什么？你会当甲伊讲若是即个代志我是安怎，对无？就会当接下讲你的经验因为你的经验绝对是信靠耶稣基督，会当赢过这一切嘛。若是安尼，我相信就会当帮助因。看见你讲，你较会当用一款的态度来面对，是因为咱知，咱是有瓦靠的，上帝是咱上界大的一个瓦靠。卡罗素伊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足有名的声乐家卡罗素伊的声是男歌声真深沉真好听伊有一届去到伫美国演唱的时阵伊有收到即个邮局寄来的挂号的会通知讲你着爱去邮局去领一个包裹。
迄包裹看起来是钱安尼吼。啊，卡罗素伊就去到伫邮局安尼，啊去到邮局了，才发现讲哇，啊伊的证件拢无刻啦。哇！安尼足大条的，啊人已经要下班啊，啊伊嘛需要即条钱，啊即个包裹爱刻着，安尼安怎？伊阵啊伫遐现场唱歌，哦索来咪哦，吼，啊唱一条歌了吼，即个包裹伊就领着安尼，有赞无？伊的证件是倒，透过伊的歌声证明伊就是卡罗斯吼，真特别咯。其实伊的细汉的成长的过程是真善巧的过程。老母为着要培养伊，连鞋仔都毋甘买，所以老母是烫车骹，一世人烫车骹。后来伊因为安尼有即条好的收入了后，伊就开始看到遮个需要善车的人，就来帮衬因咯。伊的某有当时看袂过，讲这个人敢真正是需要，来甲你讨钱的，伊讲迄理由，我今仔听起来就感觉怪怪。你拢互伊，你拢袂晓分辨，对无？开安尼，哇！伊常常因某就会甲卡罗说，你嘛爱知影讲，你嘛较聪明一个，明明这个人要来骗你的，你钱阁互伊，哇！所以呢，卡罗说后来伊就甲因某讲一件代志，讲啥呢？讲对，到底伊来真正是需要无需要？我真做一个人有求必应的，当然是无好啦。毋过，请你甲我讲，要安怎来决定讲，这个人价值无价值，我甲钱帮衬伊啦。请你甲我讲，你替我分析嘛，请你甲我讲，有价值帮衬伊啊无？这嘛当互咱来思考是啊。有当时啊，咱嘛会用咱的经验伫判断代志，对无？那求上帝帮助咱哦。咱伫判断任何代志，有当时啊，爱搬过咱的经验、咱的想法，用上帝的眼光，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的时阵，有当时啊，咱就无共款的想法出来。比如讲，我甲潘牧师。阮两个，有当时啊代志看法无共款，毋过我感觉，伊是徛伫上帝眼光底看的时阵，我会讲安尼就趁你的，就照你的，这若是利益的，这若是有建设性的，这若是会当帮助兄弟姊妹，就照你的，对无？照伊的，就是照阮两个，敢毋是？阮两个一体啊，敢毋是安尼？所以，阮就是伫信仰甲侍奉的中间，阮彼此安尼来互相鼓励有当时伊会讲，对，你的看法较对，安尼咱就用这个来做决定，兄弟姊妹，阮上帝帮助咱哦。无论咱伫生活内面伫决定代志，也是伫传福音，面对着咱厝边隔壁遮无信的人，咱拢有缘拢着爱用安尼来相信讲，人拢需要耶稣，对无？是，毋是你判断讲伊可能袂信啦，伊会信袂信，毋是你决定的，伊会信袂信是上帝决定的，所以若是安尼，咱的看图就无共款，咱看代志的眼光就袂限制伫家己的经验、家己的栽培内面，无，咱会当更较广阔，接受更较侪人的想法来分析，用什么分析？用上帝的眼光，若是上帝来看这件代志。若是耶稣看这件代志，伊会决定啥，咱就照安尼来做，安尼就对啊，对无？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咯。保罗嘛会当讲，要死就去死哦，对无？你时啊，甲阮拍甲忝甲要死，对无？爱死你就家己死，你若死了，阮就自由。会敢是安尼吗？会当安尼讲无？我甲你讲，若是你，我拢会安尼讲，因为咱就会拍甲。参密麻麻，无甲咱看做人的，对无？毋过就即个时阵，保罗讲毋通伤害你家己，你会知影会斗搁咧伤害阮，对无？即马你无伤害你家己，阮拢伫遮，因为因拢伫遐，就保全顾家的人的性命，不但
保全国家人的性命，是伊全家伙啊，的性命。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来了解，互咱伫信仰内面会当活出迄个真的生命来。我拄仔有写一个讲，真火甲假火，你会当安怎分别无？较会当作用伊啊。时间就证明一切敢是真火甲假火。若是真火，咱就看见，伊有开火的时阵，然后到火射的过程，咱会当看到迄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对无？安尼是假火咧，伊安尼就是安尼，因为伊无生命力，伊是假，所以看起来亲像真的，嘛是假，因为伊无生命力。这就是会当安尼来分别了。咱真做基督徒，有缘是安尼，人嘛在甲咱看，咱是真的还是假，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深信。虽然保罗因受着这样子大的灾难，总是简单的一句话，无伤害你家己，阮拢伫遮，不但帮助这个国家的人。伊的性命会当保全，伊的全家会当归向耶稣基督。到即仔，咱有缘在讲即个故事，敢毋是？有缘透过故事在甲咱讲，是咱倚靠伊的人是有福气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咱来开喙学了上帝，这是上界水的。咱用喙来见证基督的福音，这嘛是咱伫生活内面，咱拢会当来做的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学了，常常学了伫伊面前好，这时阵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了伊，着伫伊关灵的穹苍学了伊。诗篇150篇第1节，搁一摆来。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了伊。就伫伊关灵的穹苍学了伊。诗篇150篇第1节，哇！诗篇150篇就是诗篇的最后一篇啦，哇！第1节甲咱讲，咱着爱学了伊，伫伊的圣所，伫自执敬拜伊的中间学了伊，伫穹苍伊关灵的穹苍一对，伫任何的所在，对吧？包括你的厝。你工作的所在，你佚佗的所在，咱看见的拢着学了伊，这就是咱的生命会当甲上帝连结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方法。祈祷学了伊，吟诗学了伊，咱会晓学了上帝，咱就会晓去欣赏人，学了人，对无？你爱人学了无？爱啦。你晓学了人无？较袂对无？袂要紧，咱爱常常学习无？咱台湾人东方的人，拢较袂晓讲学了对无？伫永光教会，咱拢爱有尊严的文化对无？就是爱肯定人、学了人开始。看有一点仔好，就讲赞，对无？看今仔穿了飘撇缘投，对无？漂亮、美丽，哇，对，哇，做阳光的，做有喜乐的，这拢咱会当确信，这拢是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信好，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来学了伊的名。因信心酸的将来，学了伊就同在。给你谁带，学了伊就同在，消除一切障碍，充满耶稣的爱，因学了充满心怀，很出信仰同在，只要学了个学了，连动的门就开，只要相信个相信。相信的
相信，得了就活起来。咱来俄罗伊，开声俄罗伊，我相信上帝欢喜在咱中间。阿门，阿门。咱个低头来哦，哈利路亚。信心算够就来，俄罗伊就同在。主，我感谢你，我要学了你，因为你的名是伫极悬至悬的所在，你将你万项有，就是伫阮生活细项的事，你有权掌管。所以，阮真欢喜会当认捌你，会当行伫顺服你话语的道路顶面。阮真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你要欢喜感纳阮的生活。互阮时时吟诗而乐，时时祈祷的时阵，阮的性命就甲你有永远的结连。主，阮犹原要将今仔日阮心内所有的快乐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为着阮排比一切，互阮经历你是拯救我的上帝。阮嘛要将阮身躯的软弱病痛交伫你的圣手。愿你医治的权能运行伫阮的身上，互阮的心喜乐开阔的时阵，阮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就会活起来，就会恢复健康，互阮经历你医治的权能。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台湾高处是阮足迹，开始奉献。甘比领受我命转换。
心感化，给体开朗，不打出温馨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是幸福你。会众请起立。但阮靠主是阮做钱，强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体开朗，报答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心，一切所有拢属你。你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是幸福你。阮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是幸福你。会众请坐。曙光分享，邀请阿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足感谢上帝，嘛足欢喜，咱个人做伙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邀请咱甲隔壁兄弟姊妹讲，甲你做伙敬拜，我非常的欢喜。阿免，咱做伙来关心咱即礼拜的事工。好，咱先来读咱的经文，是第一行红色的，是红色对，橘色，啊，橘色的部分，咱做伙来读，请，因为咱靠伊生活、行动、存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搁一摆来，请，因为咱靠伊生活、行动、存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好，昨就是咱的青少年的营会3天2暝的营会，总共有7间教会参加的人数是112名，所以有112名青少年做伙伫遮组织，做伙敬拜上帝。所有的人因拢经历生命的更新，嘛对敬拜的态度，佮对信仰的认真的程度有足大的转变。咱英文教会咱有参加64位，有10位的新朋友，所以咱嘛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主，阿免。好，顶礼拜咱伫第2堂礼拜是咱的培育学校的毕业典礼，所以这嘛代表讲新的培育学校的新的一期要来开课，嘛邀请兄弟姊妹会当继续来参加。那还未参与过嘛足欢迎你来参加，因为每一个学员、每一个学生伫遮拢得到足大的生命的改变甲造就。礼拜了是咱的中集会，请小组长来列席。关怀三宝的当讲嘛要伫礼拜了来开会，请部员来出席。佮防寒盛会当讲，咱伫礼拜第2堂礼拜了的话，伫遮来组织，这是咱的说明会。嘛，鼓励兄弟姊妹，咱继续来抄写咱的经文，继续用导读，继续搁较济，甲兄弟姊妹伫网络顶面，还是伫线上顶面的祈祷，还是咱面对面的安尼祈祷，咱做伙来扶持。每一工一句经文，咱的力上加力，阿免。关怀1部甲2部的当讲会是伫后主日礼拜了。
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好，咱明仔载乐龄营要来聚会要暂停，因为风台咱考虑即个安全的关系，所以咱来暂停聚会。所以咱就请咱遮四大人，咱就莫走来教会，也无就甲干事1对1的开会，安尼的聚会。好，下一点。过来是有足侪咱的牧区要来幸福的出游，这是玉喜牧区。好，下一个。还有豆豆牧区甲秀莲牧区，还有国宾牧区的，咱买当来报名，报名时间是伫8月30号。好，伫7月31号进前来报名来截止。好，这是丽娜牧区，还有永伟牧区，咱有足侪个报道的活动，报道就是咱要来将福音来传互遮新朋友，所以咱嘛热情邀请新朋友来参加。好，健康的大道，为着 Jane， 这是伫英国的 Jane， 对，为着伫英国的 Jane 来大道。好，王水泽先生是玉霞姐的老爸，玉霞姐对，王玉霞姐，王玉霞姐，秀莲小组的王玉霞姐的老爸王水泽先生，伊来离开世间，请咱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求上帝安慰因，互因的家族伫拄着安尼的代志，会当将因的心思意念拢放伫主耶稣的心上，因为主耶稣伫主耶稣的心上顶，伫上帝歹势，伫上帝身躯顶，咱会当真正得到真实的安慰，阿免。好，即碟咱邀请遐弟姊妹起立，咱就会用即首诗歌来彼此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心心来充满你，光芒大领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咱就看到，咱的教会者吼，教会者李业手甲伊的亲人吼，今仔日会早起，看咱来参加第一场的礼拜，咱求上帝的灵安慰因，也继续带咱的教会者全家。伫信仰内面搁较较坚定，相信上帝会听甲稳定，要伫伊家属继续来进行吼。所以因嘛特别搁一摆要甲咱说多谢，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去到伫殡仪靠伫第二殡仪馆去遐吼，来关心因，为着因祈祷甲过去甲咱教会者会关心伊，咱也多谢上帝会听。继续伫咱的家庭，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吼。好，这时阵咱徛咧，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关灵的圣手扶持恁逐日的脚步，也丰丰富富恁的生活，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保全无通嫌。各愿圣神引带恁日日行伫光明、受祝福的道路的顶面。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姊妹平安，平安。愿上帝恩待咱每一日的脚步，请坐，咱今日敬拜暂时到这。